来，这无非是马文君的条款。早起立法院国防外交委员会要进行秘密会议，会议开始进前，民进党的立委罗致政临时提案，提出保护机密的条款，讲每一位要参加会议的官员甲委员，拢袂当揸手机等等的传输工具来入场。这是互国民党的立委陈以信真火大，转倒呛讲这是突袭。然后陈以信直接点名王定宇，讲伊常常伫个人的面册讲机密会议的内容，所以应该搁加一条大嘴巴条款。就安尼，哪里的立委爆发口角？王定宇，我就说你，王定宇，我就说你不应该在个人脸书里面凸显。不应该在个人脸书里面去凸显机密会议的内容。等等啊，真生气，直接甲王定宇点名。国民党立委陈以信真抓狂，但是因为这件代志，未来秘密会议的相关的做法，不论是对于委员本人、所有与会人员，还有相关的程序上，能够更明确。我到现在手上都还没有拿到这个提案的内容啊！我说这怎么会如此仓促？抱歉，这样因为是程序，这绝对不是作秀。对，我什么东西都还没有，我都还不知道提案内容，马上突袭就要通过。立委留下秘密的案件继续拖烧，国庆连假结束了后，立法院头一个开议日，透早9点，国防委员会委员才拄齐好势。民进党的立委总动员，伫国防外交委员会议场提出了临时提案，针对马文君。今天的重点，我告诉你们，我要求加入大嘴巴条款。那样立委反击，爱立委伫面册顶悬讲话也着爱谨慎，也个并无立案的表决，公布正式的提案。主要议场禁止炸行动电话、录影设备以及通讯的电子器材，包括电子手表啊、手环等等。违反者袂当参加会议，而且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拢爱签保密的切结书。是有看到委员使用，就是一种手机，在打电话。这样的提案。刚才也跟郑明总召沟通过，也跟包括乃至于江启臣前主席，我们廖婉如以及陈以信，我们都私下都有沟通。其实包括柯震也早上也都沟通。希望调查共同支持提案，是讲马文君留下秘密的红泡，洪亚春不是直接和韩国驻台代表处来联络，是透过外交部。对这个代志，外交部发出着声明驳回，认为马文君的讲法违反着常识，内部查证。包括已经外派的同仁，拢郑重声明，绝对无这件代志。现在已经检调已经有出面了嘛，我个人不再对这件事情做任何一个评论。委员很认真的在执行，我们国防部也很认真在备询啊，至于会有什么样影响，我们都不乐见。立委留下秘密的红泡继续拖烧，对邱定营是一直攻击。Hello， 我是冯薇芝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